好，我是哥哥戴嘉欣，欢迎收看休息的迄一天，耶！这是南投县的水里，我伫这有识在一个好文武双全的弟弟。伊平常有闲的时阵，就会甲厝内人斗相共做事咯。想要知影伊放假的时阵拢咧无闲啥物无？行，跟我来去看卖咧。哈！爱找着伊的脚，伊找着伊的脚，对啊，倒后正后伊就会落来。哦，毋过要安怎知影讲啥物是会当挽的，啥物是袂使挽？爱看伊的臀，家己的手指头会使伸落去无？所以是你的枕头仔会当，就会使啊。对啊。哦，我看你的枕头仔看卖咧。哦，嘛是差不多，好，会使。所以像这就袂使嘛，这伸袂入去。对。所以这就袂使，这就是还袂发的。这类会使吼？会使。我来帮看卖，你讲枕头放伫遮。对。倒后正后，伊就会落来。哪有？若是拄着较暗的，就伊个转一下。转一下。哦，有啊。哦，这是我的头一堆香菇。哇，足够水的呢。我放伫遮，好，我过来继续找看卖。你是啥物时阵开始学挽香菇的？应该是5岁。5岁时阵？对。较早。安尼你挽爱挽偌久啊？挽安尼哦，差不多买半点钟。买半点？你半点钟就会当全部挽好了？3个人伫遐10分钟就挽了啊！你就会想要走去佚佗？对。无想要来遮挽啊？遮有啥物好佚佗的？是遮较快，会使来走。会使走？因为爸爸搁伫遮挽香菇，你搁伫边仔走，爸爸会安怎咯？我会甲休啊，搁休来，搁来继续做。继续做，袂当休困。这个型敢会当挽？会使啊。会使，你看，这敢是你？毋是啊。毋是，这毋是。你看这有目睭，这是喙，这个送互你。这是我的阿爸，伊的体型亲像大象，伊平常时拢教我足侪代志，像挽香菇嘛是伊教我的。阿爸，你敢若我挽香菇的表现安怎？这阵仔表现了袂歹的，挽唔到的机会愈来愈少啊。这边也有哦。这是我的小妹戴嘉怡，伊的个性真高傲，亲像小拍鸡啊。伊足介意甲阿爸塞奶的。这是我的小弟戴嘉豪，伊的个性是手袂到物件，伊就会哭。但是我伫厝嘛，定定甲伊耍。咱即马要来较包，就是甲伊并过。要安怎并咧？伊哭咧。伫遮安尼放落去。好，等下哦。
放落去。等下好，会使。哇，安尼变过来，安尼叫做卡包，壳包啊，壳包。因为伊的头伫下骹，馅包是伊的头伫宾馆，对啊就安尼靠过去。对，哎，哇，这足重的呢。老师，你甲我看者，安尼敢袂使？会使啊，就是安尼。对哇，所以就安尼全部甲伊用过去。对，哇，这足重的呢。哇，安尼哦。哇，哦，那个水拢流出来啊！这是你几岁开始学的17岁才学的，你先学放鼓，才来学这个。你感觉这有较困难无？有啊，因为足重的呢。哦，而且这真正足辛苦的。喂，你敢有介意这个工课？无无。就忝的。我有感觉，足忝的。加油！你讲为什么爱安尼壳包啊？我爱刺激，伊才会洗第二遍。第二遍爱为倒位洗出来？下骹，下骹，你讲安尼为下骹洗出来啊？伊该变过来。哦，所以爱两遍哦。啊，壳包甲冰包壳啊，包冰包。全部拢满了啊，无洗较少，咱就会来冰一摆。爱冰遐尔啊济。啊，你是家己想要来斗3工，还是啥物？有时阵，对所以啊，就甲爸爸妈妈讲，你嘛想要来斗3工。对啊，哇，那伊遐尔大心，啊！你即摆是毋是咧偷偷咧休困？你休困足久啊哦。好好现啊，你模糊哦。弟弟妹妹敢会来？袂，袂。用咧耍，你讲啥？用咧耍，拢咧耍，弟弟妹妹拢来遮耍哦。对啊。所以即摆要来加香菇卡，对啊，你这要安怎加？你甲我教者。就有乌乌的哦，我的所在，加掉就好。所以伫加下骹就会使啊。对啊，好，我看卖你平常时的速度安怎？哇，足熟手的呢！哇，啊你学这学偌久啊？就摸看摸加到尾啊，就会晓啊。哇，所以平常时你爸爸伫边仔教的时阵，你拢会伫边仔学，哦对，你会伫边仔斗3工。对。家兄伫遮斗3工，你有感觉安怎？袂歹啊，有人做就差，有人做啊，做够乖，够学骨力。我是哦，你足乖哦。弟弟拄则讲，爸爸老足侪乖呢。哦，要教啊，教啊，差不多好。要安怎办？哇，你看起来就有酷势呢。这敢是你头一个就是学这个工课？对，你看起来就有信心的哦。我爱安尼用，甲内底的工课用好走。哇，看起来就有力的呢。要安怎办？我看无，哦，对，伫遮边，哇，这个白话我无看过呢。安尼我来试看卖。等下哦，一手安尼，一只就洗两lần，洗两lần。洗两。我有啥物？我感觉怪怪呢。安尼。好好，我搁看一遍。对。哦，安尼。安尼洗过来。安尼。就安尼洗两lần。好，即马老师已经教我教好势啊，所以即马袂爱教老师比赛一个。哦，你家己做，我嘛要学。好，1、2、3，开始。我要输。
来，老师，你有感觉我足够水无？老师足专心的，老师你好，几秒，无算，反正就是足厉害。爸爸有足欢喜的无？也应该进雄吧？你做遐久啊？足厉害，哎，我甲你学了就好。我老师足厉害，我老师哪会遐厉害？甲你抓恁一个。这是我的阿母，伊是一个护理师。伊下班了，伊拢会来遮斗相共。我上介意伊甲我去步行顶散步。阿母，哎，你敢若我有乖无？有当时乖，有当时作屁的。姨母，姨母，阿公，使啦。啊边仔咧。阿公，姨母。我镜头。阿妈。一起讲的台语课。很上。迄一天的台语课，嘉欣老师，你今仔日要教咱啥物咧？香菇的语词咱咧头一个是啥物？是香菇卡，伊只香菇卡的作用是啥物咧？伫香菇包啊扑出来的迄个部位。哦，就叫做香菇卡。哎，咱做伙讲一遍哦。香菇卡，哎，老师，后一个是啥物咧？是香菇炖，香菇炖伫倒位？伫遮。遮，安尼香菇炖的作用是啥物？我拢望遮来决定这个好啊袂。若是好啊，我才会慢起来。哎，咱做伙讲一遍。香菇炖，好，老师，后一个是啥物？是香菇膜啊，香菇膜伫倒位？伫遮，伊亲像红山，嘛是我上介意食的部位。安尼足重要的哦，咱做伙讲一遍。香菇膜啊，老师上尾要一个是啥物咧？是香菇啊包啊，香菇包的作用是啥？伊会洗香菇，哦，安尼要偌久的时间？从新的甲扑出来要半年，安尼咱慢几遍？慢3-4遍。哎，咱做伙对大家讲一遍哦。香菇包啊，会敢学会晓啊？哇，我要放哪里上妹妹？上妹妹。这是隔壁的狗仔，伊叫做黑妞。伊是我细汉，伊就会陪我去散步啊。黑妞，我拍这些。黑妞，你抽啥？黑妞，我会怕，只要跑在那边，它就会还头。阿公是平常时就会带大家出去佚佗。伊若放学，我就带伊后头徛咧，就载两个、三个，就载来佚佗。这是啥物所在？是你介绍一下。是水里的水花动物园。啊，那有火？这可能天然假树的款啦，天然的啦。你讲会有气一直位下骹呢？哇！啊，你拢来遮耍啥物啊？来我来放米放哩。放米放要安怎放？哎呀，是咱咧烤肉安尼啊，放落去。你讲甲这放伫顶嘿，含加蚶加鱼啦。好，等下就会当食。提管，哇，要放啊！注意到遐。哇，会当食。你有闻到香味无？伤远啊，还袂闻着。哦，有呢，足甜的。赶紧这去，好了，加好。加好。我甲讲你摔落啊！你说字哦，你也袂甲讲听。爱听阿公的话。去。好烫啊！
我头一遍食用水血动员的血烘出来的爆米香，又香的呢，怎食？烫。我有看心呢，那有看心。烧瓜烧，没啦，不会啦。叫这捧烧啊，不烧了，好食好食。啊，上面都比较干净。啊，你我无提一老师。你有摕无？有啊。带你摕一个。哇，你哪会互人红包那订遐济？哇，全部拢是呢。啊，我拢无。人也无爱你。你都欧巴无啦。欧巴啦。阿公敢有？我嘛是欧巴牌嘛未定啊。我嘛无呢。我自然。你嘛是？哦。你甲阿公关心无？你感觉阿公对你来讲是啥物款的时大人？足好诶。足好诶，为啥物？倒位好？我功课袂晓写诶是，因为其他诶大人拢咧无闲，就阿公愿意教我。哦，你还好会功课。大家个日子咧考第一名啦，啊，国师啊拍捌去比赛哈，全国发第一名。哇，我2次都你个奖金嘛，啊无你嘛爱交钱去着奖金啊这。我顶一摆，我有家己讲我第3名有5500张，啊50张我毋知不过。就我你不过这我不过啥嘛。那一下好笑。一开始为虾米会想要学武术？足侪学长拢拍甲足好诶。所以你嘛想要甲因共款？对啊。你敢会当甲我教一个？会使啊。嘿，杀！嘿，杀！哇，真有气势呢！你甲我教一个。甲你教。我伫头前，你爱对我拍。我对你拍哦。来，试看麦。嘿！一、2、3，嘿，杀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嘿，杀！好，10。哦，搁行咧。你就结束啊？对啊。你暑假敢有看过？有啊。有。有几个细节我无甲伊讲。所以阁有足侪会当进步的空间。对啊。你拄则拢是你教我表演，我敢会当看你表演一个？好啊。哇！老师，你这武器你练偌久？你小喘一个。应该有1年啊。你看你即摆开讲，甲开讲的眼神，甲拄则咧拍武术的表情完全无共款。你的眼神会变的，那遐厉害！你搁做一遍，你对镜头做一遍，你拄则练武术的眼睛是啥物？哇！啊，开讲的。啊，练武术的，开讲的，去互爸爸骂。啊，伫水火动员你耍的，你这，啊你有啊你有拍互你的厝内人看无？有啊。啊，大家有讲安怎无？拍过呢。啊，拍过？不是，拍婆啊。拍婆啊。我想讲，大家看你的表演，伫边拍过，遐厉害。啊，所以厝内人就甲伊拍婆啊。哦，安尼足厉害，啊，你会继续加油无？会啊。你爱细字哦。
可平衡感那么好恐怖哦！你家己嘛讲这恐怖的，你细字呢？大家去要怎么跟主任交代？还是比较好的。较细字。我真希望不要从前面下面，真的破掉了。什么真希望不要从下面。呀，那边东西那会安怎？很陡。我不会怕。不是拢共款？我不是，没有。是啊。啊，真的像哎呦香蕉米。要的吐了。哎呦，危险哦！弟弟走去啊！走了。不要啦！你不要啦，妹妹讲你不要啦。啊你那有一条线咧害，等下等下，你有飞溜呢？这是我的阿嬷，哦，伊拢对我甲弟弟妹妹拢足好的。阿嬷，哎，你摇者，哎我上介意食啥物？红带头猪摊，对啊啦。看看哈，你跟你啊，你在哪啊？阿嬷用的。对啊，我嘛是阿嬷听的，不听。阿嬷就听过来。安尼会使，安尼会使，感谢啊。我予你。你食第二碗哦。你袂使食遐济啊！你看我，现算讲有人是家咧规个开放的，你会当放我一开啊！蛋蛋，你这个肉不要，你这歪呀，平常吃歪你啊，对啊，贫穷就食足济吧？啊，今仔日哪会无食？来吧，好你。哦，给吧，啊，你敢有食吧？给吧，给吧。我给吧，你有感觉足幸福无？你别吧，你别吧。好，啊，伊讲你上介意阿嬷煮的啥物？爸，香菇鸡到有香菇。恁平常时食饭拢咧开讲啥物？你上课的代志哦，拢是家庭咯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恁爸爸妈妈会感觉家庭足大心的无？你当时啦，讲当心啊！毕业时阵嘛都毕业。为啥物爸爸妈妈一开始会想要带家庭去香菇寮？做人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囡仔啊，咱嘛是叫斗做。主要是要学骨力，啊，算讲伊算够好嘛，啊，听有啊，我哋豆豆哪教。真正足好，而且逐工拢会当食到阿嬷煮的菜，真正感谢有这顿饭，互我感觉有够幸福的，感谢大家，敬大家用香菇，感谢，哎，阮才有这个机会。感谢。我感觉嘉欣是一个袂甲爱讲出嘴，毋过会用行动去表达伊对大家关心的人。就譬如讲，伊会注意到阿公的手有空喙，啊，佮有加香菇卡的时阵会注意到爸爸流足侪汗足辛苦的。我感觉嘉欣真好的所在，就是伊对足侪代志拢足有兴趣的。就譬如讲，今仔日来足侪捏捏机的，佮有顶悬迄毛毛收音的物件，伊就想讲，嘿。这对伊来讲是新的物件，到底要安怎去操作，要安怎去使用，就足好奇的。我感觉这足好，所以希望嘉欣会当继续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的心，继续去探索这个世界美丽佮有趣味的所在。嘉欣，你足赞的！我换妹妹喽，换妹妹喽。好啊。来哦，姐姐。可爱。哎，我考你拄则学的神汤啊。啊，伊是一只啥物的汤？伊很个性啊，对，伊是足善良的汤。哦，对耶。啊，妹妹你上介意，你最喜欢阿嬷煮什么？全部都爱。全部都爱。我你讲你上介意阿嬷煮啥？我输人唔输丁啊咧，输人唔输丁。